大家好，我係運輸及房屋台台長陳帆。今日咧就嚟講第一次嘅陳帆有我講冇你講嘅對話會，簡稱就係陳帆對話會啦。咁你對呢種節目有冇興趣咧？就歡迎留言同我講下。今日嘅題目就係我揀機票你嗰個方式啊。咁講明先，我就冇深學廣告費嘅，有咧我就另外再提嘅。點解我想講機票咧？因為我想開一個年更嘅系列，一個專門分享呢個飛機嘅體驗嘅。咁所以就想事先分享下機票呢樣嘢啦。Sa talk start。咁我決定搭邊間航空公司咧，就主要用3個準則嚟到決定嘅。第一個就係目的地嘅航空公司。咁既然都講明啦，去第二度旅行啊嘛，咁啊梗係體驗下當地航空公司㗎啦。咁我就喺未到埗咧就了解下當地嘅民情啦。咁例如咧，台灣咧就會飛華航啊、長榮啦；日本咧就會飛日航 JAL 啦，或者全日空 ANA 啦。去韓國咧就大韓啦、韓亞啦。咁香港我應該唔會飛香港嘅。咁如果其他外地人咧就魚翅航空同埋洋紫荊航空啦。咁例如今年19年5月咧，我係揀長榮去飛嘅。咁準備拍嘅下一條片，第一條嘅飛機片咧就係又係去台灣嘅華航啦。第二個準則格價。咁當然咧，呢3個準則係唔順次序嘅。咁身為一個想成日去旅行嘅港豬咧，為咗去多幾次旅行咧，就揀平啲嘅機票啦。咁如果廉航機票加行李仲平過傳統嘅航空200蚊到以上咧，咁傳統航空有冇咩特色咧？咁我就會揀翻廉航啦。咁嗱，呢度幾個例子啊嚇。例子1就係去東京嘅。咁呢度見到快運咧就1918加229嘅行李費乘以2咧就係2376。咁港航咧就係2475。咁爭100蚊，但係多一餐多娛樂設施。咁如果你唔驚個港航無啦啦執咗，或者係佢係一個中資嘅企業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咁順帶一提咧，之前見過港航咧係1600蚊到嘅啫，咁應該就係時間問題啦。咁當時咧快運加行李咧都係1600嘅。咁如果唔係我揾唔到人同我一齊去東京咧，我已經買咗機票去㗎啦。其實例子2係飛首爾仁川。咁呢個東星班航空咧就係832蚊嘅啫。咁注意翻咧，大部分嘅韓籍嘅廉航咧係包15kg 嘅行李嘅。咁當然你最好事先 check 咗先啦。咁所以咧就唔使另外再加錢買行李㗎啦。咁最平韓亞咧，傳統航空咧就1419。咁呢啲位置咧就梗係揀翻東星班啦。咁如果要多啲靚啲嘅時間咧，咁快運咧就加埋行李咧就1600到啦，我估。咁不如要翻韓亞1400好過啦，就係咁。例子3馬尼拉。咁要係廉航咧，咁我就揀宿務啦，加40蚊多1日嘅時間，咁啊實在太好啦。咁點解亞航變咗飛龍咧？就我都想知。咁如果傳統航空咧，我就揀翻菲律賓航空嘅。咁邊個要朝頭早7點翻嚟香港咧？搭呢個港航。咁所以其實時間咧，其實都係個因素嚟嘅。咁如果魚翅航空咧，我就冇興趣啦。咁而家啱啱見到咁多個例子咧，咁多航點咧，國泰都係最貴㗎，所以咧我就幫我決定咗，我唔會揀魚翅嘅污染海洋啦。第3個準則就係航空公司嘅評分啊。咁當我最後決定到呢2間都好正喎，2揀1嘅時候咧，佢話揀落手咧。咁雖然呢個評分有啲爭議啦，咁就係 Skytrax 嘅呢個航空公司嘅評分。咁喺2選1嘅時候就可以參考下啦。咁其實5星嘅航空咧唔係好多嘅啫。咁香港咧就魚翅航空，台灣咧就長榮，日本就 ANA， 韓國就韓亞。咁仲有東南亞咧就新航同埋印尼加魯達航空啦。咁就其實咧馬航咧係而家 DNF 咗嘅啫，以前都係嘅。咁呢個評分就唔一定係好準確嘅。咁例如網上好多人咧就覺得大韓航空係好過韓亞嘅，但係亦都仲有一個咧就係我覺得澳門航空咧係廢到同高麗航空差唔多嘅，但係評分咧係3星同1星嘅分別，所以呢個評分咧參考下好啦。咁當然唔止3個考慮啦。咁例如我計劃緊香港飛札幌咧，咁如果搭直航咧就洋紫荊航空同埋魚翅航空。咁因為價錢嘅因素都有啲貴咧，我諗緊去轉機啦。咁除咗去經上海同北京嘅東航或者國航咧，我就唔會揀嘅，因為我驚俾人拉。咁就係韓亞經首爾，咁可以喺首爾度行1晚添。咁而且有機型嘅選擇可以考慮埋啦。例如嚟緊嘅台灣之類咧，就我為咗搭 A350咧，唔搭 A330咧，就將出發時間改後1個鐘。咁如果2日前飛咧，
嗰班機其實係 B747，即係空中女王嚟嘅。不過應該都冇乜機會搭㗎啦，因為都要改貨機。咁你有啲咩睇法咧？雖然唔可以講啊，但係咧可以下面留言打落去嘅，歡迎隨便留言去傾下。或者係想第二次嘅對話會講咩咧？或者對呢個節目有咩意見咧？可以喺下面留言同我講下。咁之後咧就撳讚啊、訂閱啊，唔記得讚埋Facebook 同 IG 啊嚇。咁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對話嘅話就再見啦，拜拜。